其實每個人都係罪人啦，而喺神面前冇人係完全嘅，人係冇資格去憐憫赦免其他人，只有神係有呢個憐憫嘅能力咯。好深奧喎，即係咪阿 George 希望阿黃秋生去原諒佢呢下？即係黃秋生一開始接納阿 George 入佢呢個教會啦，覺得係呢個係神俾佢嘅挑戰啊，或者神俾佢嘅考驗咁樣啦。我覺得呢樣嘢係有啲自傲咯，自以為自己係夠定力，或者自己去揣測神嘅意思，我覺得係有啲過咗火，即係唔應該揣測神嘅心意咯。喺呢個刻點樣為之揣測神嘅心意？喺戲入邊啦，佢喺度叫阿 George 去讀唔同嘅經文去懺悔啊。但係你睇得出佢係有少少私心啊，可能係一個強姦犯，更加係強姦咗個女嘅一個強姦犯咧，係有意無意地喺心底都係憎恨呢個人，係睇低阿 George 嘅，即係睇